敢问大人是要亲自缝针？正是。这在皮肉上施针，大人之前可曾试过？未曾。治病不是儿戏，大人慎重啊！给我缝吧，我愿意。杨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先前杨师爷自制的神药，在村里帮不少人治了病。如今师爷说缝，那我愿意给大家打头阵。哥哥，我来帮你。好，幼娘先帮杨泉消毒。好。幼娘，我来。忍一下，有点疼。战场都上过了，这算什么？来吧。上次户外露营急救课特意讲过缝合，但真到了自己操作，还是有点紧张。幼娘，剪刀。大夫，麻烦你上药了。杨师爷，请将此法传授于我，让我也尽一份力。